咱基本上咧，咱台湾的饮料吼，你只要盐度的比例咧暗光底无共款，基本上就会产生不一样的风味。吼，你若像咱大学的伊个，你若大学咧制作，除了咱头老师讲的菌会影响以外，咱盐水你若是大学的，敢若乌豆甲盐这种做法，伊会产生一种做成酱菜的味，还是讲老菜脯的这种开口。吼啊，随着你盐水的比例愈来愈侪，咱讲的是适饮，好适饮，就是一半的盐水，一半的黑豆这种做法。咱的经验内底吼，它会比较倾向海苔酱的味，也是迄个葡萄干的味，安尼。啊，最后就是迄个水蚵的这个方式的酿造，就是大量的盐水跟少量的黑豆，伊的这个开口，它比较容易产生一种肉味安尼。肉味，嘿，肉味是。所以无共款的这个风味的豆油，伊其实适合的料理嘛无啥共款。是对。啊，要来请教到老师啊，就是讲吼，像咱即马啦，比如讲我煮一个菜欠一罐豆油，我去楼下便利商店买就有，啊，甚至去大卖场哦，搁着奖品牌豆油头仔买，啊，这英国要买豆油可能是无遐尼简单啊。啊，英国人是安怎买豆油？那是拍豆油吧？拍豆油。啊，卡达车嘛，吼啊，后壁是载一桶豆油嘛，吼啊，那像阮北部迄阵，买豆油上大桶的盘啊，有无？要迄阵吼，所以每一个时代讲豆油这代志拢是无共像古早你当是看你介意到一间的气味，啊，伊来化的时，啊，你就较紧买一个，啊，尾啊，我干那即嘛嘛。较少看到，较少。啊，那你迄个乌干那你会回收嘛，对无？等于洗嘛，所以古早豆油，伊的做豆油的人行，伊的消费者伊的迄个关系是较亲密的，没错，啊，即马你就是反正方便嘛，对。也讲到这个做豆油啊，因为你拄则头家有炸一包，这是菌还是菇？这就是咱咧发芽咧徛菇的时阵用的迄个菌。啊，以前吼，你若是无用这种种球的，咧食品卫生上还有一寡疑虑啦，就是讲惊有一寡风土菌落来，就是迄个菇菌，什么颜色拢有安尼。啊，所以咱即摆拢是用种渠。来徛菇。啊，一般咧咱台湾较侪人用的，就是咧台中的善意酿造安尼。啊，咱家己的是用这一本的菇安尼，这是一本菇安尼。啊，像英国时代呐，准无一款特别，比如讲，就是有这菌啊，这菇做迄个种的时阵，啊，英国是要安怎做啊？用迄个南瓜叶，做济啦，你若讲香蕉啦，啊，丝瓜啦，南瓜拢有，你着刀啊煮的，啊，着刻在路口，啊，用叶啊大个砍起来，啊尾啊讲，时间差不多。拍开你也看是白色的毛，啊有的是较长的，有较短，迄就无共的菌嘛，对无？有的人讲啊，就是这样得当用，啊你袂当讲安尼唔对，因为无共的所在伊有无共的菌，啊问题就是你的菌内底若是有一寡较无好的菌，啊你来做豆油就可能有一个较奇怪的味，啊古早无这种咱用迄个咱来买迄个专业菌的这个概念这个想法。啊，你专业概念，你就分嘛，你也是做三工的来做7工的，拢有啦，啊，所以真正就是选择较济，啊，真正较咱较专业，是安尼。啊，但是嘛，当讲你想要像你讲宜兰迄边嘛，一寡嘛，起码搭伫迄个大路口的提菌啦，嘛有啊。啊，你若菌提着以后，你有当时像古早，毋是讲每一年拢会提，无一定。你今年的菌提落来，你多豆啊。你来存起来，啊，第二伊迄叫有趣啦，做朋友啦，摕出来带这房间啊，你就可以安尼摊开就好啊。啊，但是摊开的是真正都是这个菌吗？啊，这是一个看你安怎去想啦。所以做这菌的世界最好耍的。菌的世界就好耍的因为咱所目睭看袂到的，其实事实上拢是菌伫咱身躯边。安尼我搁再请教头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讲迄个恁暗缸内面迄豆油啊，敢真正迄个胃豆油安尼胃内面摕出来了，就当随食？当然是用随食，问题是即马卫生法规的一寡关系咱拢要经过加热，我们才可以变成一个产品去卖安尼。是，安尼甲煮好烧还是煮好滚这过程当中，恁感觉有掺其他的物件？
其实每一间工厂吼，为着伊要维持家己的品质，就是伊盐的迄个盐度，佮有伊的糖的拍数。哦，所以伊第二间咧煮的时阵，拢会去加伊的糖，啊，佮有确认伊的咸度安尼。嘿，啊，若盐度无够，伊当然佮会加盐安尼。是。也安尼，像老师啊，你所看到这个制作这个过程，讲有的人敢会在这个所在去做豆油当中的这个调味啊。会啊，你若是讲古早迄个总破沙的妹妹，就是伊的开口就是这个豆油嘛，吼，啊，因为像一大条的。一般来讲，总破沙是去买青豆油啦。是。青豆油当然伊家己爱煮的两个原因，一个是杀菌，杀菌，对哦，啊，第二个是煮的时候有芳气，看你煮到安怎有芳气哦。啊，你家己一煮的时候，你会当看你要加糖、加甘草，啊，你若讲要较好的加虾米，哦，加香菇，哦，啊，就看你要啥味。哦，所以尾啊，就是人讲，哦，刚刚底豆你看无，但是这是总破沙的秘密，伊会讲啊，我做这个菜，哦，啊爱3罐豆油，哦，啊这罐落去落，啊一个点一个，啊这是安怎处理一下，哦，啊，但因为是我做的，所以但我知嘛，哦，啊，但是尾啊，你真正在市面，你得反正你看到一个牌，你介意，你就买伊的，较少人来买青豆油啦，对，哦，啊，你若讲法规来讲嘛不准啦，所以爱你。爱做熟悉，伊较要卖你，因为你买等于吼，你也无去灭菌吼，有当时会破去，因为伊的产气，伊会继续发酵，继续发酵，发酵，对。